哦，建设火塘，你看这个单子这边呢有包括装潢的，还有买那个相关的就是材料的，工钱的加起来14万多了。你看总工资哦，这包括那个材料的了，工钱是59400，材料的还有油漆的加起来就14万9。14万元而已算14万元了。中华民国83年了10月18号，还分3次付款。你看，这火塘还要有那个很多前线来帮忙呢。你看那个火勘那个也是要钱的，那火箱啊，那火灯包、火烛。火灯具啊，整组的啦。你看有母灯啦、两仪灯啦、香炉啦，还有那个8宝，就是有装那个供墨啦、装那个檀香的，还有那个铲子啊、夹子啊、镊子，然后还要准备香啦、油啦，还要学会礼节拜拜哦，还要买供品。还要装叉呢。你看火塘里面还要有电扇、冷气机啊，灯都要装好，还要有抽油烟机啊，要烧香那个有油烟的抽油烟机，还要有冷气机、电扇这个椅子啊，拜垫啊，还有鞋子的穿的鞋子、拖鞋、杯盘啊，拜还有捧盘呢。盘子放那个水果的贡品啊，茶水上清下浊。你看，专门装那个贡茶的盘子、杯子也是很特殊的，古典式的电磁炉了好像是电磁炉，好像是梁朝敏老师赠送的吗？忘记了，也是哦。然后是开坛那一天还有送那个香花柱呢。你看装潢的老板呢，工头江宝树先生，那个江陵镇的那个公子，是吧？是这样吧？不太记得，还是他弟弟的儿子，不太清楚。是那个水塔没有算钱，感谢火塘里面还要有那个什么黑板呐，还有白板呐，还要有那个讲桌啦、讲台、讲桌。还有白板笔、粉笔，还有那个处理那个粉笔粉末的那个，还有处理板擦的那个灰尘的板擦机等等好多，要准备很多。